2024年4月初3，花莲发生着规模7.2的大地震，了后阁一直有余震。这嘛是1999年921大地震了后，台湾所发生的规模上大的地震，有18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地震后第一时间，国内的科学家就随展开调查，透过全球定位系统，发现花莲沿海的地面野悬45.1公分，甚至影响到船只出入港口。另外，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甲专家合作的米达斯米伦断层正正的计划，嘛伫即届的地震清楚来抓到来自土骹底震动的信号。到底花莲即届的地震甲倒一条断层有关系？未来观测地震，人工智慧 AI 是不是会当帮忙？华视新闻的记者对着科学家到花莲专程记录，咱就做伙来看断层的秘密。地震如何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这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看到这么清楚的断层带的讯号差异。我们可以知道说哪个断层的戳动，它的规模可能多大，对当地的居民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最后基本上是要减少灾害。哎，有个安尼啊，那是几级？快了，往上，去走！这红海从白蚁啊！哇，泰鲁哥，太棒了！7点58分，在花莲县政府南东方25公里的海域发生一个规模7.2、深度15.5公里的一个地震。这里是不是？我从2楼看到2楼房子的这个啊。2楼是你房子，现在变1楼那里。一个人帮他撑一下。那这次的主震基本上发生在菲律宾海板块这个边界上面。那一般来讲，在板块边界的断层面的活动，它基本上就是相对比较大，这基本上就控制了我的规模的大小。那这个活动也可以说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规模地震的发生。2003花莲大地震震撼全台，号称做透视地震的科学家中研院地科所研究员马国峰，等和研究团队赶往花莲，想要找出断层的秘密。大家都知道地震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我们大概有几个科学问题，我们想要去探究。首先是有没有前兆。2010年，由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和机械工程等等的专家跨领域合作的研究团队，在花莲七车潭启动米达斯花莲米伦断层科学勘探计划，穿越断层，开挖3口潜井，将外口包金属的光纤网络侵入地下700公尺，和传统的机器甲来当用点记录地震的波动无同，光纤是贯穿大地，全面掌握断层的脉动。以光纤探过断层观测地震，这项研究创下全球的首例。2022年11月，华视新闻杂志记录米达斯团队将观测机器安装成功的历史时刻。如今，研究人员赶进度，打拼偷开科学谜题。这个地震边的观测站是米达斯计划重要核心。爱达斯光纤地震机记录器成功发现地震当时光纤每一段节点的震动信号，让科学家真激动。超激动的，比我刚刚看那个图还要激动，是太美丽了。为什么？OK， 我解释一下，这个是时间嘛，所以就是地震那一天是7点58分，那可能50几秒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时间是一直记的嘛。颜色开始变深，就是代表我的地已经在动了。讯号是从最深的700公尺的地方往上走，这是地表。然后你看到这个颜色，这边有一个很红的跟绿的对称的地方，颜色讯号变得非常非常强烈，那个是断层带。所以我刚才会觉得好激动哦，我直接就看到断层带啊。每一段波形表示地震起始时间和其中的变化。
，Midas 团队拿伫断层的东西两边随地大光纤，更加因汽车潭铺设将近2.5公里的光纤，3条线路接起来，将断层完整保护，无被放过任何低档信号。这个刚刚一开始的讯号在这边很红，就是我讯号完全满格的就很红，到后面这边就变成一个固定的值，就是我这个区域有固定的被拉高了。大概就我刚刚提到的，大概50公分或是30公分，这是我刚刚觉得为什么这么激动的原因。这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看到这么清楚的断层带的讯号差异。如果要看一个地震前兆的话，那这个观测站应该是最有机会的。那问题是你现在如果问我说我们有没有看到呢？我还没办法回答，因为我要回去的资料慢慢去分析。以我个人的研究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只有台湾在靠近断层带，又在这么多地震的一些发生情形，我们可以对世界上这方面的科学理解做最重要的贡献。除了掌握地动的脉动，研究人员更加打拼透过科学的实证，找出大地动进程可能的迹象。这也是我们国内第一次的一个尝试嘛，就是把光纤拿来量温度跟震动，然后我们把它用在这个米伦这个断层井这里。这个是热池，它的温度大概是50几度，然后光纤就在这水池里面，然后还有搭配一个传统的白金温度计，然后去做检验。你可以摸摸看，这个池非常的烫，50几度，真的比那个泡温泉还热。林钦仁是中研院地科所研究副技师，有机械工程的背景，研究专长是地动机器，伊将光纤网络每20公分设一个节点，透过无同深度的温度变化推算地动能量。这边是货柜屋内的温度，就是我们现在的对，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机柜的这个机房的温度，然后最后光纤它下到700公尺的米伦井 A， 然后这边会有个温度梯度。我们在当初规划的时候也想知道说，在断层错动的过程中会产生多热的温度，然后还有这个温度它经过了多少时间，它会残留在岩石里面。光纤这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科学家研究发现，米伦断层平均每70档都会变动7摆，是世界上算正活跳的断层之一。中大学地科系教授桂立辉是实验研究物理学的专家，一同透过米伦断层跟新的勘探结果，分析断层活动的特征。那这个呢是从490公尺上来的岩芯，然后有白白的东西在里面，那些是碳酸盐的东西，大颗小颗的这个产状乱七八糟，没有规律这件事情，我们的叫做这个产状叫砾岩，米伦的砾岩。但是我们钻到了这个530公尺之后，这些颗粒变得超级细的，你看不出。很多地方你看不出颗粒的哦，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层状的分布哦，例如白色、黑色，白色、黑色、白色、黑色哈。它在告诉你这些样品呢，事实上是经过剪切哈，断层作用剪切，然后让它有这些排列造成的。如果我们去分析这些石头，我们大概可以提供一些资讯，是这个地震如何发生，或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4月初3，花莲地震发生了后的第一时间，东华大学的教授颜君基随地花莲市区展开调查，想要找出断层裂开的迹象。这边是在断层带上，那这一个沿线包含这个路口，在过去菜市场的路口，在2018的时候都有破裂。好，那本来就是想说。这次地震会有破嘛？看是不是米伦断层破。4月3号的时候，骑摩托车经过，其实都没有看到破裂。2018年、2020年和2024年，花莲连续发生规模6以上大地震，为在海蚵假时暴降伫断层带的建筑结构。严格过去灾情严重的地区，这边的地震所找无断层活动的痕迹。花莲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地震的构造？未来会造成偌大伤害？是学者想要解开的谜题。以往可能有破裂，那它破裂的位置在哪里？每一次破多少？这个我们如果都知道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去约制说，它每次破
可能规模会在哪里，然后有可能多久会破一次，但是我们不晓得别的断层以前会影响花莲市区到这个样子，那这个状况就很糟糕了。花莲的那个安全系数，你要重新想过这些事情。仪器穿好，测量开始。当地动发生岩盘受到压起，代表就有可能变形。透过 GPS 的测量，为点线面、为断层活动提供关键信息。这个其实算是相对来讲比较低阶的测量仪器，我们把它叫做 RTK GPS 啊。它的精密度，这个数字是公尺嘛，哦，那这精密度是这样，那坐标可以弄出来，那我们最后就可以放在地图上，跟本来的这些数字去做比较。地动了后，国土测绘中心发现，花莲地表水滴的弹性量上限达到45.1公分，水平所动是72.2公分。这变化透露什么消息？引发到研究人员好奇。现在要去花莲渔港，今年年初日本的大地震嘛，啊，那能登半岛那边有整个渔港干掉，因为他们那边抬了1公尺左右。因为想到这件事情，所以就特别想去看啊。那后来就真的去看以后，发现说，好像有那个迹象。0403大地震发生了之后，科学家们随即在花莲地区展开了科学调查，想要寻找断层活动的蛛丝马迹，费尽苦心还是遍寻不着，最后是在花莲港边发现了明确证据。先让你们看一下哈，这是花莲未来30天潮汐预报表嘛，哈，这个是4月19，就今天满潮是3:58，那现在是3点半，3:58，还差20分钟满潮，好，所以现在已经快满潮了。这些鹅啊，它一定活在所谓的平均高潮线，不是最大的高潮，平均高潮线以下。那平均高潮线你看一看，它大概就是在这边，啊，所以理论上之前海水面可能就是在这附近，啊，那所以它就现在就是离开这个高潮线，差不多就差了30几公分。离开水面的鹅仔顶悬，甚至出现几多年前残坏鹅仔壳。生物活动的范围变化，嘛间接证实过去花莲地表可能唔那一摆大升。地表破起来，造成花莲港上架水位继续落探，影响到订出入港口行船人日常生活。它最主要就是说，它现在抬起来哦，那个渔港让它设计比较浅，它现在最低潮的时候，扣老地时候，像那个大一点，像我们的有时候就会触礁了。那现在闪是闪得掉的吗？现在他们那个商船好几个码头都不能停了啊，不敢停了啊。平常时游客可入船，码头起落船的所在已经有明显的落差。很明显哦，就那一天地震完之后，我们到了现场来看，沿着这一条的缝线，整个全部是裂开。然后这个是其实是很明显，而且感觉它现在有点高低落差。对，这边是赏金的登船处哦。那现在地面上隆起，我们都觉得，因为隆起之后，这里很明显的这里的位置跟登船的地点其实就相对的落差。那怎么去证明这个整个的隆起哦？就是看旁边的涵洞。以前像那种有水淹埋的，就是那些贝壳的地点。对，那现在整个地上隆起了之后，你都会看到这些贝壳其实都是裸露在外头的。对，现在这个最下面这个阶梯对过去的位置，大概就是已经快到船的2楼了。引发到这件地动本地构造到底是安怎这么神秘，又有什么特性？台大地质系教授桂田和和国内研究团队合作，透过 AI 来改变。其实我们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重新再去检视那些地震波，然后去重新定它的位置。每一个地震，我是可能要用好几个测站去先定出这个地震。那假设我有3、4、5颗。它基本上如果说沿着破裂面的话，它基本上会有点像线形排列，就点连成线。
那线可以到变成连成面，我就知道这个破裂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2018年，国内科学家整合大数据，训练 AI 系统深度学习，分析来自中研院甲高诊中心的资料。这边学者运用0403地动了后，超过3000笔以前的资料，推算出震源附近地质构造甲特征。其实你可以从地震分布的特性来看，像这个剖面，这平面地震分布，然后这是垂直，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比较像东倾的面。然后其实可以看到，它基本上这个有一个类似像打到一个 boundary 一个线形这个地方，就等于是卡到这个好像就是一个面，它其实过不去了。所以这个基本上可以画大概是一个断层面的一个位置。虽然 AI 算出来的结果，佮必须要经过学术界的检验，严格人工智慧头一遍正式用在地动观测，红看作是重要的里程碑。你要先经过人为跳过的数以万计，真的要数以万计的 P 波 S 波，然后告诉这个machine 说这个是 P 波 S 波，然后它可能是在不同地震发生的时候的样子。那你当这个训练集训练好之后，放在那个资料库里面，下次地震来，它很快就可以知道说，我就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地震，就放出来。过去学者报设地动仪收集资料，佮进行人工分析，至少要半天才会当知影结果。如今 AI 一天都会当完成所有的工课，开创地动研究佮较侪未知的可能。只要资讯够多，我们可以告诉说这个是正断层、逆断层、滑移断层，然后下一步我们可以用这些资料去做我叫震波速度构造，就知道说它到底下面长得有点像是那个我们在电脑端的扫描，到最后搞不好可以做到像4D 的监测。当然最后基本上是要能够减少灾害，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说哪个断层的戳动它的规模可能多大，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对我们的房子的强震耐震度基本上这是直接相关。天灾地变，威胁百姓，每一遍的大地震，拢让科学家继续前进的研究动力。解脱断层的密码，是减少灾害的头一步。正是地震暗中风险，是全民必须要学习的生存课题。